国甲伊朗伫巴基斯坦和谈，不过伊朗也是坚持无要放弃协议，最后双方也是无共识。观光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迎暗起价，今年有46万人报名，嘛引进智慧救护系统。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4月12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今年苗栗观光天宫白沙屯妈祖进香，伫咧迎暗11点55分就要起驾咯。全程有8天7暝，今年香灯卡有46万人，也今年救护团队嘛引进智慧系统，民众若是身体无爽快，就会当即时定位提供救援。伫柑仔石无的香灯卡，12早起就陆陆续续到向天宫，伊拢是要来参加一年一度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未少人半暝就提早到位，所以有人无困好，加上天气真热，身体无爽快，赶紧送病院检查。轻松哦，是真拢无困好哟。健康。今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活动报名的香灯卡有46万人，真侪人是头一摆参加，有人提早来搭布棚休困，也有人是头一摆来到现场，感受头一天的气氛。总是要有地方可以休息啊，不然晚上没有体力。我没有走过第一天呐，我通常都是走平常日，我没有来感受过今天的人潮，想说过来看一下。今年香灯卡的人数创下新的纪录，活动期间安全救护是特别重要。长期担任进香随行救护的东综合病院，今年导入智慧行动医疗随护系统、行动指挥车这科技的设备。是透过我们白沙屯 GPS 即时定位，它里面有甚至一个一键求救系统。那一键求救系统启动的时候，我们行动指挥车会接到香灯角的定位。救护团队讲，这摆随行有2台救护车、22台的巡逻救护汽车，轮流值班的医师甲护理师之间有36人，救护之间50人。也希望香灯卡会使共同合作，在人真侪时阵让出救护车的绿色通道，缩短救护时间。救护团队也提醒讲，若身体无爽快，唔通勉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伫巴基斯坦的首都进行21点钟的和平谈判，这是两国约半世纪以来层级上悬的会谈。不过最后也是讲无成。美国表示讲，伊朗唔放弃协议的条件，所以双方是无法度达成共识。We have been at it now for 21 hours, and we've had a number of substantive discussions with the Iranians. That's the good news. The bad news is that we have not reached an agreement. 美国甲伊朗伫经过真长时间的谈判了后，双方各自宣布和谈结束。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开完记者会了后，随坐飞机回国。谈判未成功，主要原因是伊朗拒绝接受美方要求放弃协议的重要条件。范斯讲，美国的底线是伊朗必须对无寻求协议甲相关技术做出明确而且有法律效力的保证。We've made very clear what our red lines are, what things we're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hat things we're not willing to accommodate them on. And we've made that as clear as we possibly could, and they have chosen not to accept our terms. 伊朗讲无法定协议，不过对2月底战事爆发以来，甲去年的12天战争，美国甲以色列军也摆轰炸伊朗敏感设施。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和谈进前也讲，已经成功来摧毁伊朗的核子计划，无任何一处浓缩铀设施也伫运作。伊朗是伫协商中寻求黎巴嫩停火，赔偿也有对荷姆斯海峡的控制。伊朗政府早前发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讲，谈判继续，双方的技术专家会讲话文件。不过，伊朗半官方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由美国提出计划的要求，造成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伊朗外交部是强调，各方原本就无期待会使伫单一会谈内底来达成协议。伫巴基斯坦举行的一场会谈，是双方近半世纪上悬层级的接触，也过希望终结这中东战事的期待也搁再来失望。初七开始的2礼拜停火也增加变数。也过川普讲，美国已经伫恢复荷姆斯海峡的商业通航伫做准备咯。We have minesweepers out there. We're sweeping the strait. In addition to that, we're negotiating. Whether we make a deal or not makes no difference to me. 美军在派2架驱逐舰安排水下无人艇进行扫雷部署，也不听讲是想要经过荷姆斯海峡时，互伊朗部队警告。美军讲，伫完成任务了后，按计划离开，无发生冲突也是意外。也来伊朗讲，美国军舰伫对入了后，佫活动去。另外，美国最近媒体报道，美国情报显示，中国准备也是早已经提供伊朗新型的防空系统。川普讲，若中国真正安尼做，会有大麻烦。公视新闻单手每边译。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结束访问中国的行程，尾仔嘛已经飞返来台湾。中国国台办嘛公布上新的10项对台政策。国民党表示讲，这是中国对台湾表达善意，不过陆委会强调，这只是中国包装做礼物的毒药，呼吁中国就要甲咱人民选出来政府恢复对话。结束6天访问中国行程，返来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受到国民党立委热烈欢迎接机，也阁抗议一直低调咧。台湾不会好，基进党批评郑丽文呼应中方的讲法，尤其是郑丽文返来台湾进前，中国国台办公布上新一波10项10大政策，亲像推动恢复两岸直航正常化，上海市甲福建省民众赴台湾自由行，并且伫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为台湾农渔产品进口建立沟通的机制，也有允准引进台湾野食作品等。也过其中有侪项明显需要先甲咱方来协商，才有可能达成。我们中国国民党可以提供大家很多具体的管道，直接的能够感受到、接受到两岸和平发展的和平红利。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江呼吁政府应该以民众利益设想，积极来回应中方。对此，陆委会讲，北京所谓经贸的让利，只是包装诚多、大礼包裹的糖衣毒药。近年来不时甲两岸交流武器化、工具化，互咱国产业、农渔民的权益充满真悬的风险。强调任何交流做法无应该附带政治前提甲目的，呼吁中方甲咱国民选的政府恢复对话才是正道。民进党立委也认为，对着中方的经济统战手段，必须提高警觉。这就是所谓的口蜜腹剑，因为中国所认定的交流都必须要建立在中国的框架底下，也就是9·2共识、1国2制。两岸任何开放的措施涉及政府公权力以及制度管理的事项，中方如果是真的有意要推动相关的措施，应该是透过既有沟通联系管道。经济部指出，根据上新的预测，2026台湾的 GDP 成长率是7.6%，中国是4.6%。咱国有关的依循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全世界原则来推动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宣布10项对台政策，其中在进口台湾农渔产品这部分，因为受讲到是伫9·2共识甲反对台独的基础上，要来建立沟通的机制，这是牵涉到政治的立场，所以农业部甲农渔民是按算先观察并看。另外，中共嘛提出恢复两岸直航，搁有予上海甲福建的居民来台湾自由行。就有国内观光业者建议政府讲，会当趁这个机会解除组团去中国的禁令，予两岸交流正常化。为渔民将篮游起来内底的石斑鱼活跳跳，石斑往来设假等农渔产品，过去落尾予中国单方面宣布禁止销去中国。这摆第10回了后，中国12日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其中包括伫坚持9·2共识甲反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属于中国提供便利。很多的养殖户因为这个部分也赔了很多钱。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跟班员说，我们的养殖的那个种类或者数量，尽量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大量去投入。饲价种要3年呢，然后这个政策变来变去哦，农民无所适从。等到我们3年后要采收了，到时候政策不晓得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是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麻烦呐。因为它不是透过正式官方管道跟我们商量，特别有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其实应该还是要来交流才是正办。中国开放前地插到政治立场，加上过去单方面禁止的经验，和农业部加农渔民持观望态度。农业多关的小长表示会审慎评估，以提高品质为优先。维持我们的品质和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思考的，而不是一股脑的全部都输往中国大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政治干预力极强的市场，也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市场。我们会审慎的观察。农业部还未收到中国正式的来文，强调会继续引导农渔业分散风险、多元布局。另外，中国为2019年8月暂定中国游客来台自由行，这摆也宣布要推动恢复两岸直航正常化，佮开放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来台自由行。团体游呢，都是所谓的一条龙的业者，那可是自由行不会，自由行是你想要去哪里自己安排。
观光业者认为，自由行甲团客无同，会当互各产业受益，直航同款会当互经商旅游等需求的民众受益。建议政府会当考量人民实际需求，就这个机会解除禁团令，互两岸交流往来正常化。记者综合报道。昨暝伫咧屏东甲高雄有袂少人看到，毋知影是啥物物件伫咧飞，后壁佫拖一条长长的火星。有军事专家判断，这是中国发射的火箭，也针对这件代志，国防部是回应讲，长咧查核。好奇怪哦。民众看到奇怪飞行物体，赶紧翕落。在暗时7点外，屏东甲高雄有本来民众看到后壁拖真长的黑焰的不明飞行物，正拄到电视会期间，有人感觉是中共飞弹试射，也有人认为讲是火箭。伫社群平台引发讨论。从我录开始，然后大概有维持大概快15秒之后，它就整个前面的那个光点都不见，剩下后面的那个雾状。它不像流星说它在一闪就过了，它是那种很慢，然后它就拖着尾巴这样子。这飞行物对西南空气外海方向飞过，有网友以这时间地点推测是中国伫广东阳江近海这片太空位置发射作业的捷龙3号运载火箭。中国用时刚刚真暗也发出发射影片，发射地离台湾南部大约是820公里。军事专家也是相关的看法。那捷龙3号依照公开资料显示，它的最大筹载量是1500公斤，也就是1.5公吨。那照中国就是相关单位的资料，它是在进行所谓互联网卫星的布设，也就是低轨卫星。那它就是要跟伊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进行着竞争。专家讲，捷龙3号是民用的火箭，也毋过会使减水军事用途，提醒台湾必须要提高警觉。国防部才甲相关单位伫协查。另外，国防部也公布11到12透早为止，有共击2架次，共拦8架甲公务船4架伫台海4khu位活动，各军者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香山区有一间资源回收厂，下早是发生火灾，炭烧的面积大约1000平方公尺。也因为这电子废弃物烧起来了后，恐惊是会产生有毒的化学物质。市府也提醒附近的住户要甲门窗关好吧。现场燃烧的这个物质里面呢，是有包含到化学品，所以我们也第一时间来通报，就是香山区也是西滨路相关周边的一些住户呢，请大家一定要紧闭门窗，同时呢，在出外的时候也要记得戴上口罩。画面当中会当看到现场是一直呛出乌烟，消防无用咧拍火。这间资源回收厂主要是咧处理电子废弃物，因为这火势变大，后来成作3级火警，加在是无人调伫咧内底，因若这导火原因是爱个进一步调查。原来看苗栗南庄乡昨是有3个查甫人伫咧街仔路骑马，警方接到通报了后，就随调监视去找人。因讲伊是准备要骑去新生国的马场，警方依照道交条例甲开发，嘛要求因用货车甲马载走。一个查甫人骑马走过，后壁缀着2只马，地点就伫苗栗南庄的道路上。在拜六早起11点外，有真侪南庄游客拢看到这款的景象，而且毋但是伫街路有骑机车的人，伫去新社高山区的道路上也看到这3对人甲马，马也差一点弄着机车。警方协报了后，赶去处理。警方赶赴现场后，于路旁树林发现邓兰等3名行为人与马匹踪迹。均坦承确有道路上骑乘马匹之情事。警方伫苗21乡道11.9公里的所在发现3只马，也有骑马的细丁、细带甲细步3个查甫人。因家己讲是用货车将马为新竹环山再到南庄开始骑马，目标是新生国。警方要求3个人将马以货车载走，故意违反道交条例第84条规范。民众切勿于道路骑乘动物或从事足以妨碍交通之行为。以维护整体用路环境之安全与顺畅。去年12月中旬，也有马出现伫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龙路段，迄当时一台车甲一只马相撞，造成驾驶轻伤，马仔当场死亡。警方表示，不管是骑马还是带马散步，也是放任轻曲宠物伫道路上，拢是违反道交条例。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区有一间做24点钟的饮料店，防执义讲请囡仔工伫暗时顾店，可能有甲囡仔苦毒。市员去了解，发现讲原来是囡仔毋甘妈妈一个人辛苦去甲斗3工，结果所互民众误会。较民角有饮料伫吧台内底无闲工课，嘉义市一间经营24点钟的饮料店，叫民众伫网络发文
讲店家请囡仔工伫暗时啊工课，若无效法，嘛可能有考到囡仔工的状况。结果店家就伫网络顶面，去互人留真侪无好听的话，造成店家困扰。因为我是单亲嘛，带2个小孩，然后我女儿就是很贴心，她有时候看我太累，她会就是偶尔帮忙一下。消费者就去留负评，然后就会留一些说我虐童啊，然后我雇佣童工啊。还好吧，自家人会觉得那个吗？应该不会吧。其实社会处一直都在跟他做接触，那小朋友其实也不是童工，只是自己家里的女儿，就是很心疼妈妈，想跟妈妈在一起好好经营好这家店。其实伫店内的是头家娘读高中1年啊，甲国小5年啊的查某囝，因为想要陪家己的妈妈，有时阵才伫店内斗3工。头家娘讲，伊一个人带2个囡仔，细自住伫遮做生意，无考到囡仔的代志，希望网友会当体谅因的生活压力。有人会把我女儿的照片传到网络上去。然后很多人又会留一些说什么他厌世啊，然后他看起来好像精神有问题啊，就像人家说问他讲话都很小声啊，可是他是因为心里已经有阴影了啊。唔是讲介初档嘛，你若讲介初档的，安尼就较无适当啦。啊，伊嘛知影讲妈妈趁钱辛苦，啊会当甲伊斗3工，安尼嘛好啊。议员丁生店家细自做生意，希望加趁过才会久长营业时间。市政府、社会处甲学校，拢一直有关心这个家庭，希望消费者会当理性看待这件代志，减少对店家也是囡仔会造成压力也是伤害的行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年要引进吉伊卡哇的造型，希望后来会当吸引愈侪人去佚佗。4月11暗时，台东县府就先用无人机摆出吉伊卡哇热气球的图样，请5000多人去观赏。昨日暗，台东县立体育场5粒标准热气球入球，点到夜空。县府提前3个月宣布，今年后热台东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会伫鹿野乡高台举行，也提前公布今年打造的新造型球及卡哇图样。夜空中，无人机陆续摆列出一卡哇的各种造型，每换一个图样，拢互现场5000多位动漫迷欢呼。真期待会当看到真正的一卡哇造型热气球。我今天以为有吉伊卡哇，结果只是玩偶而已。很可爱啊，我特别喜欢小巴。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捌伫2023年创下旅游人潮突破100万人次的高峰，也毋过2024甲2025年受到东部地震甲风台影响，虽然已经打造2粒日本动漫角色古水的造型热气球，也毋过人潮也是无到70万人次。也毋过今年继续甲日本动漫业者合作，高出地授权打造全球头7粒动漫。以卡哇造型热气球，希望吸引后热东部各路人潮。7月份已经有旅宿业接到5成订单。日方其实是对于我们的工作这个守则是非常好的。我们从昨天晚上、今天早上电话没有停过。这个吉伊卡哇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威力应该是非常强的。台东县热气球嘉年华会于7月24到8月20，伫鹿野高台举行。旅宿业者希望观光署也会当推出增加更加侪优惠方案，带动东部各路观光人潮。记者综合报道。观光署公布今年第一季旅馆甲民宿客载状况，发现这非法的旅馆有1174间，其中台北市占上侪，也那非法的民宿是屏东县上侪，有133间。观光署表示，已经有加重来处罚，希望确保旅客安全。为了加强查缉非法日租套房，台中市府去年12月对3间违规营业的日租套房强制断水断电。延过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头一季，各县市旅馆甲民间的客栈状况，发现非法的旅馆比去年同期加42间。非法旅馆的家数以台北市上侪有410间，全部是日租套房；再来是台中195间，宜兰县156间。以加重处分，一经采罚一次代金后，若仍继续经营及采取断水断电。本局与在地的管委会及地方社区紧密合作，教导民众如何辨识合法旅馆，透过社区自主巡守的方式，让日租套房无所遁形。不过，非法的民宿甲去年同期比较减少44间，客栈结果显示，非法民宿以屏东县上侪有133间，南投县106间，宜兰县71间，采罚金额总计是387万。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建议，政府爱来加强查缉，才法度避免非法的旅宿业者排除这个正规旅宿经营的商机。日租的
地方，那是不是周边所住的一些客人，是不是就是龙蛇杂处，会比较乱一点？安全性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讲都是比较堪忧的。它并不会标示它的完全正确的地址，在查缉上面它就有相当多的困难要解决。对于旅馆甲民宿开闸结果，交通部观光署讲，避免非法旅宿业的日租套房，影响旅客旅游安全。近年来加大法规裁罚，增加非法旅宿开闸，加上补助各县市增加旅宿开闸的人力物力，希望提升非法旅宿查处的绩效。记者综合报道。运动部长李洋甲伊上熟悉队友王泽林，今仔日搁再练手咯。面对全球U19羽球男双的冠军林永培，配合斗打，以32-19打赢比赛。一开赛对手就先得分，奥运羽球金牌好手李洋退役担任运动部长了后，受邀请担任世界青城杯羽球锦标赛表演赛选手，甲旧搭档王泽林，搁再来林洋培对上新出U19羽球男子双打冠军。开始反击，随比赛进行，找回较早的斗打，后来领先，将场以31-19获胜，得到大家的喝彩。很感谢他们没有起杀心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运动的方法当然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参与运动。两个少年选手是感觉讲这摆比赛因学到真多。到后面的时候，学长习惯了，然后他们就用硬实力跟我们打，我们就很难去处理。吸收一点学长他们的打球方式，一些还有战术。有青城杯羽球赛已经54年历史，对着提倡国内羽球运动有重要意义。李洋这摆也带领运动部同仁斗阵参加比赛，斗阵鼓励全民的运动风气。记者综合报道。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3度；东部上低22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